等等，记住协议内容，不许摆摊儿，不许破坏我形象。放心，放心，客户利益至上嘛。你就是顾总的未婚妻吧？刚刚顾总急匆匆出来，我也担心的不行。你这边没事了吧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摆摊卖书被城管抓了。小朋友勤工俭学，积累一点社会经验，挺好的。不过你下次可要小心一点，别再让顾总担心了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也不敢了。我在城管局有认识的朋友，以后想摆摊可以找合法摊位，要不要我帮你问问？小姐姐，你真的太棒了！我正想周末淘点古着去摆摊呢，你方不方便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？周建清，我就随口一问。你找我什么事？你不是陪罗总吃饭去了吗？罗总本来答应了要吃饭，可是他临时有急事，所以提前走了。走的时候提出了几个问题，可能我们还要安排一下改稿的事情。好，上车吧，我陪你回幸运加班。哎，小姐姐，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？不行，记住我说的话，早点回宿舍。知道了，我会听话的。照顾小女朋友是不是很麻烦？还要摆摊体验生活，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。南州，要不换我来开车吧？你刚才出来的时候走得太着急，都没有吃东西。我看这家粥还不错，给你点了一份，你要不要先吃一点？不用了，我不爱在车里吃东西，而且也被气饱了。2月14日情人节，你违规上男生宿舍推销玫瑰；3月12日植树节，你又违规开店卖多肉植物；4月1日愚人节，你到处张贴小广告，带人设计愚人节方案。周建清同学，你可真会抓住商机呀！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。小打小闹也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招惹那些小流氓来撬了学校宿舍的水管！他们怎么闹到我宿舍里去了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说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？我要是都给你处分了，你就别想毕业了。老师，别啊！我还要找工作呢，我真的不能留下污点。老师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，欠了好几百万的债，我和哥哥已经很努力的在还债了，可有的时候还是会逾期。行了，别哭了。行了。还有2个月就毕业了，你可以跟学校申请提前离校，自己多注意安全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说我们宿舍楼层这么低，那帮混混会不会爬墙进来呀？你太夸张了吧！咱学校有保安的，他们哪会那么嚣张啊？那他们怎么好像把水管撬了？气死我了！刚买的皮鞋都泡坏了，我手办也摔坏了，那可是绝版。你说周建清也真是的，家里欠债就稍微注意点嘛，怎么还让那帮混混知道他住哪儿呢？你们说，那帮混混要是没跟他讨到债，不会盯到我们头上吧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的事都因我而起，你们的鞋和手办我都会赔的。我今天就搬走，以后那帮混混不会再来了。
没事的，我能撑住，钱总能还上，麻烦总能解决。周建清，加油！